这个吼，哦，伫咧金山，较等下真正就烧的，等下，就烧的啦，较等下。啊！这真正有烧呢。有够烧的啦，咱这温泉太烧啊，太烧的。我原本自本想讲要来讲一寡啥物，结果因为伤烧啊，煞拢袂记了，我要讲啥？你讲啥？金山这个好所在，咱原本食的这个汤吼，嘛甲金山共款有一个金字。这日本人看这个汤安尼金闪闪，安尼金光闪闪，这个叫做金汤啦，黄金之汤。啊，草讲今咱会只浸一下骹吼，这对咱身体真好，因为食的这个汤吼，伊内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物质，什么？叫做铁离子。哦，铁啦，铁质啦。哦，所以这个汤你看伊打出来的时阵呢，伊其实是透明无色的，但是伊只要接触到这个空气的时阵，伊随着开始变色，变做是种金光闪闪、水气千条、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。啊，都唔着中间淋不出来。啊，就脚会碰拍。安尼哦。